各位校長、老師、同學，大家好，歡迎嚟到由良木教育以及柏龍玩具合辦嘅第二屆桌遊設計比賽2026嘅簡介會。我係良木教育嘅 Matthew。良木教育喺2020年底創立，我哋致力將遊戲化嘅學習以啟發性嘅教學嚟教授一啲關於農業科技、生態環保同埋人民關懷主題嘅課程。而合辦嘅機構柏龍玩具係香港最大嘅桌遊出版商之一，由一班熱愛桌遊嘅愛好者組成。佢哋亦積極將桌遊帶入去校園，亦都同時舉辦咗唔同嘅比賽，等學生同埋公眾人士去參加。喺上一年，我哋有幸得到唔同嘅老師同埋學生支持，我哋成功舉辦咗第一屆嘅桌遊設計比賽2025，亦都有超過20幾隊嘅隊伍參加。喺今年，我哋好榮幸宣布，我哋可以開展第二屆嘅桌遊設計比賽。我哋亦都喺度誠邀各位老師同埋同學積極參加。喺今次嘅比賽，我哋同樣分咗做兩個組合，包括小學組同埋中學組。首先，我會講下關於小學組嘅一啲比賽嘅章程同埋時間表等等。今年嘅比賽，我哋以中華文化為主題。主題嘅方向呢，我哋建議可以聚焦以下4個主題嘅，咁就包括第一係傳統嘅節慶與禮俗，第二就係經典故事同埋文化典籍，第三係傳統技藝與非遺，而第四就係山川生態同埋本草知識。只要學生咧可以喺桌遊設計裏邊去聚焦到呢4個嘅主題其中之一，甚至係其他關於中華文化嘅主題咧，我哋都可以接納佢哋嘅比賽作品嘅。咁不過咧，我哋有少少嘅作品注意事項咧，需要參賽嘅代表老師去注意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嘅參賽者，佢所有嘅作品都需要符合香港政府嘅法例，否則咧係不獲接納參賽。而第二咧就係我哋要留意，如果參賽隊伍佢哋設計嘅桌遊裏邊會用到任何嘅地圖，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地圖咧，都需要自行將佢哋嘅所有地圖去送審先。而喺送審獲得通過之後，再向我哋提供佢哋嘅送審證明，然後我哋先可以接納參賽嘅。關於小學組咧，我哋有幾個重要嘅日期咧，需要老師特別留意嘅。首先第一就係我哋嘅報名日期。報名日期由即日起開始，就可以透過我哋嘅 Google Link 連結去到一個嘅報名表，然後填妥我哋報名表上面所有嘅資料咧，就代表住係報名成功噶啦。報名日期嘅截止時間係4月30日。同時，我哋亦都有一個嘅遞交作品日期。遞交作品日期將會喺1月1日。我哋會有一個嘅 Google Form 嘅連結俾所有成功報名嘅隊伍去遞交桌遊設計嘅作品，而呢一個嘅作品嘅截止日期咧，亦都係4月30日嘅。意思住咧，即係老師其實可以喺2月或者3月嘅時間咧，先再報名參加。咁只要喺4月30日前係交到學生佢哋創作嘅一個桌遊嘅作品俾到我哋咧，就可以噶啦。咁不過咧，我哋喺2月初嘅時間咧，亦都會有一個嘅免費桌遊設計嘅工作坊咧，可以俾參賽嘅隊伍參加嘅。咁我哋呢一個相關嘅資料啦，同埋一啲嘅詳情啦，我哋會喺稍後再公布嘅。而去到最後7月中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一個嘅實體頒獎禮，去俾所有成功得獎嘅隊伍咧去參加嘅。咁呢一個詳情，我哋亦都會喺稍後再公佈俾所有參賽隊伍知道。喺今年嘅比賽機制上，同往年就係一啲唔同嘅。咁喺往年咧，我哋就只有步行棋個機制去俾所有參賽隊伍參加啦。今年我哋會統一提供3個唔同嘅機制組別，咁隊伍咧只需要去揀其中一個去完成就可以㗎啦。咁第一個就係同上年一樣，我哋一個叫做步行棋嘅機制，亦都係代表住咧可能係擲色，然後去觸發一啲唔同嘅效果，咁令到咧上面嘅一啲可能角色啦，會係前進或者後退等等咁嘅。咁我哋亦都有提供唔同嘅遊戲事例去俾學生去了解到底乜嘢係叫做步行棋嘅機制，例如人生二周目等等。第二個嘅機制組別叫做手牌輪抽。手牌輪抽
意思即係玩家咧，佢哋會同時喺手牌裏邊去選擇一張牌去保留，然後將剩低嘅手牌咧去俾隔離嘅玩家。咁啊，但係除咗卡牌之外咧，通常我哋輪抽嘅咧，亦都可以包括其他嘅配件嘅，例如可能有一啲棋或者有一啲嘅效果等等。咁我哋有一啲遊戲嘅例子啦，就包括咗例如七大奇蹟或者係龍龍公園等等。最後一種嘅機制組別就叫做碰運氣。碰運氣咧係講緊玩家係需要作出唔同嘅決定，去諗下到底佢哋需唔需要承受更高嘅風險去得到好處，定係覺得可能已經夠啦，唔再去承受呢個風險，選擇退出去保留佢嘅分數等等。咁我哋有一啲唔同嘅例子啦，就包括咗古惑貓或者係海盜喵王等等。喺今次第二屆嘅桌遊設計比賽2026裏邊，每組嘅參賽隊伍都需要按要求去提交以下我哋3項嘅作品內容。第一，PowerPoint，喺 PowerPoint 裏邊最多只可以有20頁。第二就係一段15分鐘內嘅桌遊戲示範影片。而第三咧就係學生佢哋完成咗嘅桌遊稿件。而再重申一次，我哋嘅遞交作品截止日期係2026年嘅4月30日晚上11點。到時咧，我哋喺作品開放遞交嘅時候，我哋就會提供一個嘅遞交作品連結咧，去俾所有參賽嘅老師可以遞交作品嘅。首先講下我哋嘅匯報 PowerPoint。喺 PowerPoint 裏邊需要包括組員嘅介紹啦、分工、作品嘅介紹啦，同埋佢哋嘅主題。第三就係佢哋嘅背景故事。而第四就係遊戲嘅機制同埋佢嘅遊戲特色。而第五就包括桌遊嘅規則同埋流程，例如由一開始係點樣 set up，去到回合要做啲乜嘢，同埋佢哋最終嘅勝利條件係點樣等等。而第二咧，喺我哋嘅15分鐘遊戲示範影片入邊咧，咁啊注意其實唔再需要重複匯報 PowerPoint 入邊嘅內容嘅。我哋喺影片入邊咧，只需要係有遊戲嘅教學啦，同埋咧我哋需要同學去示範一段咧遊玩嘅過程，去俾我哋睇下到底佢哋設計嘅桌遊係點樣玩就可以噶啦。重申一次，係唔再需要重複咧喺嗰20頁 PowerPoint 入邊嘅內容嘅。第三，作品遞交限期之前咧，佢哋亦都要用親身或者係郵寄嘅方式咧，去遞交已經完成嘅桌遊稿件嘅。咁佢哋嘅桌遊稿件就可以包括佢哋嘅棋盤啦，或者係卡片啦，或者係其他桌遊上面嘅美術設計。而以下咧有5個重要嘅評分準則，就包括咗喺主題上面，喺我哋部件嘅設計同埋佢哋主題嘅配合上面。第三就係創意度。第四就係佢哋嘅桌遊設計美觀，而第五就係佢哋嘅表達能力同埋團隊合作。我哋專業嘅評審咧，將會就住呢5個唔同嘅評分準則咧，去為參賽作品作出評分嘅。咁啊，重申一次啦，我哋小學組咧都有唔同嘅注意事項嘅，例如主辦單位啦，有權係修改啦、剪接啦、使用啦同埋複製咧，去任何用於宣傳或者教育推廣渠道所發布嘅作品啦，事前亦都唔需要徵求參賽者嘅同意。而同時咧，我哋亦都承諾參賽者所提供嘅所有個人嘅資料，只係供主辦單位咧用作處理比賽事宜嘅啫。好，再重申多次我哋小學組嘅注意事項，例如啱啱提到我哋入邊設計桌遊，所有需要用到地圖嘅地方都需要自行咧係將地圖送審嘅，同埋咧我哋嘅所有參賽作品都需要係原創，例如咧我哋係唔可以用曾經以往用嚟參加過其他比賽嘅作品咧，用嚟參加我哋今次第2屆桌遊設計比賽2026嘅作品嘅。咁同時啦，我哋比賽裏邊所有遞交嘅作品嘅版權咧，亦都係歸於我哋主辦機構所有嘅。咁喺今次嘅小學組嘅比賽咧，我哋嘅獎項同埋獎金咧都係非常之豐富嘅，包括啦我哋會有證書啦、獎狀啦，有唔同嘅獎杯提供啦，以及咧喺冠亞季我哋亦都有係由柏龍玩具送出嘅優惠券去送俾冠亞季嘅隊伍嘅。除此之外啦，我哋亦都有老師推薦獎，推薦得最多隊伍參賽嘅老師咧，咁就有機會去獲得老師推薦獎嘅獎項嘅。
亦都好開心宣布咧，我哋即將會喺2月初嘅時候，會由柏龍玩具有限公司同埋良木教育咧一齊舉辦一個免費嘅桌遊設計工作坊，去邀請所有參賽嘅隊伍參加嘅。咁當日嘅活動咧，我哋會有專人咧去教授同學仔去試玩唔同種類、唔同機制嘅桌上遊戲啦。同時亦都會講解一啲關於設計桌遊嘅要訣，可以幫到學生咧去設計佢哋嘅桌遊嘅。同時咧喺當日如果有任何唔同嘅問題，可能喺設計桌遊嘅時候佢哋有遇到想問，咁可以趁住當日嘅機會去問我哋專業嘅導師咧，去解決佢哋一啲唔同嘅難題等等。咁關於呢一個免費桌遊設計工作坊嘅詳情咧，我哋稍後亦都會去公佈俾所有咧已經報咗名參加我哋今次比賽嘅隊伍，佢哋負責嘅老師咁嘅。咁最後好開心，我哋宣佈啦，我哋即將會有一個實體嘅頒獎禮咧，暫定會喺7月中嘅時候舉辦。咁到時我哋會再邀請所有獲獎嘅隊伍參加。咁所有有興趣嘅老師啦，或者係同學仔咧，可以喺我哋嘅呢一個 QR code 上面咁去報名咧，去參加我哋今次嘅桌遊設計比賽就可以㗎啦。咁喺度再提醒各位老師啦，我哋每隊嘅參賽隊伍咧都需要提交一份獨立嘅比賽報名表啊。即係假設咧，如果學校裏邊可能會同時想有4隊參加喎，咁就需要填妥我哋4份嘅報名表咧，去遞交我哋嘅報名嘅。咁喺報名之後，我哋亦都會有專人去交翻一個確認嘅報名資訊咧，去俾翻聯絡嘅老師。希望我哋可以喺比賽上面再見到大家啦。接落嚟咧，我就將會講解我哋中學組嘅比賽嘅時間線啦，同埋一啲嘅章程等等嘅。今年嘅比賽主題咧，我哋係以中華文化做一個嘅主軸嘅。咁我哋有幾個方向建議咧，學生可以去聚焦。第一，傳統嘅節慶啦，或者係禮俗等等。第二就係經典故事同埋文化典籍，第三就係一啲嘅傳統技藝同埋非遺，而第四就係山川生態同埋本草嘅知識等等。咁我哋比賽嘅主題咧，建議學生可以聚焦喺上面4個啦，但係咧亦都可以，如果學生諗到一啲上面冇提及到嘅中華文化咧，咁我哋都歡迎學生可以做佢哋嘅桌遊設計嘅主題嘅。咁不過咧，我哋有一啲嘅作品注意事項咧，就需要負責聯絡嘅老師同埋學生咧注意。第一，所有嘅作品需要符合香港政府嘅法例，否則咧不獲接納參賽嘅。第二就係，如果參賽隊伍設計嘅桌遊裏邊會用到任何嘅地圖咧，都需要自行將佢哋嘅地圖依照法例去送審，喺審查通過之後向我哋提交送審證明，然後我哋先可以再接納佢哋嘅參賽。如果唔係咧，我哋將會係有一個最終嘅解釋權，而唔俾咧所有參賽嘅隊伍參加嘅。中學組方面咧，需要注意嘅時間咧就會有幾個。第一咧就係我哋嘅報名日期將會由即日起開放去到3月1號咧都接受報名嘅。而第二就係我哋嘅遞交初賽作品嘅日期。遞交初賽作品嘅連結咧，我哋將會喺1月1號嘅時候開始開放俾所有參加咗我哋比賽嘅隊伍啦，可以遞交佢哋嘅初賽作品。同樣，我哋嘅初賽作品嘅截止日期咧喺3月1號就會結束㗎啦。咁隨即喺3月7號嘅時候，我哋將會公布我哋嘅入圍決賽名單，去俾我哋所有嘅參賽隊伍去準備我哋下一輪嘅比賽。去到4月初，我哋亦都提供一個免費嘅桌遊設計工作坊，去俾所有入圍咗決賽嘅隊伍去參加。途中咧可以去問我哋導師有一啲唔同嘅設計桌遊遇到嘅問題啦，或者咧我哋會俾所有參加者咧了解我哋唔同機制裏邊嘅一啲桌遊嘅特色等等，去幫助佢哋嘅桌遊設計咧可以順利咁進行。而最後去到7月初嘅時候，我哋將會有一個實體嘅決賽匯報日，去俾學生咧出席，去講解一下佢哋設計嘅桌遊，同埋去示範下佢哋嗰個桌遊到底係點玩嘅。最後我哋嘅實體頒獎禮將會暫定喺7月中嘅時候舉辦。咁好似啱啱都有提及啦，我哋今年嘅中學組嘅比賽咧，我哋總共就分為初賽同埋決賽2輪。首先關於初賽嘅比賽詳情方面咧，我哋需要每隊喺初賽嘅限期之前，只需要用電郵咧去提交一條嘅連結，入邊咧需要有一個嘅匯報 PowerPoint， 最多20頁，去講解隊伍嘅組員嘅介紹啦、分工啦、作品機制嘅介紹啦、成個桌遊嘅背景故事啦、
遊戲設計、玩法、規則、特色，同埋潛在嘅問題同解決方案，同埋如果有桌遊初稿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提交俾我哋嘅。咁各位老師注意啊，我哋嘅初賽作品截止日期係2026年3月1號嘅晚上11點，到時會用一個嘅 Google Form 嘅形式，我哋會開放一個連結去俾所有嘅參賽隊伍遞交佢哋嘅作品就可以噶啦。咁喺初賽咧，我哋專業嘅評審就會就住以上5個唔同嘅評分項目咧去評分。咁各位老師咧可以注意，我哋今年咧特別新增咗一個嘅評分項目，就叫做可行性啊，就係希望咧可以透過一啲唔同嘅解決方案啦，或者係潛在問題上面去了解到學生佢哋嘅 idea 咧係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實現，同埋佢哋到底做咗啲乜嘢實際嘅解決方法，可以令到佢哋桌遊咧係實行出嚟，而唔係流於一個天馬行空嘅狀態。咁喺3月7日咧，我哋就會公布入圍決賽嘅隊伍名單。咁然後就隨即會展開第2輪嘅比賽，亦即係決賽啦。咁喺最終7月初嘅時候咧，我哋將會係邀請所有晉級入圍嘅隊伍會出席決賽匯報日嘅。咁而呢個決賽匯報日，我哋暫定就會喺柏龍玩具有限公司舉行。到時同學就需要帶住佢哋設計嘅桌遊原型做一個最後 present。而喺3月初公布入圍名單至到7月初一個最終嘅決賽日中間咧，我哋亦都會係舉辦一個免費桌遊設計嘅工作坊，由柏龍玩具同埋良木教育去邀請所有咧成功入圍決賽嘅隊伍參加嘅。咁到時我哋嘅名額啦，就會每隊有一位嘅負責老師啦，同埋有2名嘅代表學生係可以參加。當日嘅活動咧，我哋會有專人去教授唔同機制、唔同種類嘅桌上遊戲。同時亦都會講解喺設計桌遊嘅時候當中嘅要訣啦，同埋有一啲嘅注意事項等等。而最終咧，如果同學喺去設計桌遊嘅時候有遇到乜嘢嘅困難，亦都可以趁今次嘅機會咧，去問我哋專業嘅設計師咧，去問下例如可以點樣做得更好啊，或者可以係點樣解決佢哋面對緊嘅困難等等咁樣樣。而呢一個桌遊設計嘅工作坊詳情，亦都會喺稍後咧再向所有入圍嘅老師咧公佈嘅。咁講翻7月初嘅最終決賽匯報日啦，所有嘅隊伍咧需要親身出席10分鐘嘅遊戲示範環節，同埋5分鐘嘅問答環節。而喺匯報至少前一日，所有嘅隊伍都要遞交3樣嘅連結俾我哋。第一，桌遊原型需要包括有一個完整嘅外盒嘅包裝，唔多於20頁嘅說明書去講解佢哋嘅桌遊係點樣玩，同埋係可以運行嘅一個桌遊嘅原型嘅。而第二，隊伍亦都需要遞交桌遊嘅測試報告。喺測試報告裏邊，我哋要同學仔去記錄佢哋每次遊戲測試嘅遊玩時間啦，參加呢個測試嘅人數啦，每次玩嘅時候發現嘅漏洞、改善方案，同埋下次遊戲嘅測試目標等等咁嘅。咁老師唔需要擔心，我哋亦都會提供咧遊戲測試報告嘅 template 咧，可以去俾學生去填寫，或者係如果學校有做開嘅一個報告，咁啊都可以交俾我哋，都可以嘅。而第三咧，我哋需要同學遞交一個匯報嘅 PowerPoint， 同樣都係最多20頁。喺 PowerPoint 入邊需要包括咗組員嘅介紹啦、分工、主題嘅說明，同埋佢哋嘅桌遊嘅一啲背景、遊戲嘅機制、特色，同埋成個桌遊嘅規則啦、流程，即係咧由點樣 set up 去到每個回合要做啲乜嘢，同埋最終嘅勝利條件係點樣等等。咁注意啦，喺呢個嘅10分鐘示範遊戲環節裏邊咧，同學仔係唔再需要重複匯報 PowerPoint 入邊嘅內容嘅，反而佢哋需要做嘢咧，係需要由參賽者去介紹佢哋嘅遊戲規則，同埋咧去帶領我哋至少有一名嘅評審咧去落場參與遊戲，去真實咁樣去試玩一次佢哋嘅遊戲。之後咧就會有5分鐘問答環節，由我哋嘅評審咧去問翻同學仔喺遊玩嘅時候有遇到啲乜嘢嘅困難或者係問題等等咁樣樣。而以下咧喺決賽日嘅時候，我哋有5個唔同嘅評分項目咧，將會係為同學嘅作品去進行評分嘅。咁啊，包括咗主題、遊戲機制同玩法、遊戲測試報告、設計美觀，同埋表達能力同團隊合作等等。咁啊，可以喺度俾少少嘅提示各位老師啊，今年咧我哋會特別注重喺遊戲測試報告嘅完整性上面。
評審咧將會係睇清楚咧，到底同學佢哋喺每次測試報告嘅時候咧，有冇真係發現到喺遊戲裏邊有一啲潛在嘅問題，同埋咧每次嘅測試報告係咪真係有因應嗰個潛在嘅問題而作出唔同嘅調整？咁同學仔咧就可以喺呢一方面去落多少少苦功啦。同樣啦，我哋今年咧都有好豐富嘅獎杯啦，同埋有獎項禮物咧去俾所有得獎嘅同學嘅。首先，我哋嘅冠軍啦，除咗有獎杯之外，亦都可以得到咧1000蚊嘅柏龍玩具送出嘅優惠券一張，而亞軍咧就會得到獎杯同埋500蚊嘅柏龍玩具優惠券，而季軍就會得到獎杯同埋250蚊嘅柏龍優惠券。咁啊，除此之外，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獎項。咁啊，特別要提一提就係我哋今年咧一樣都會有老師嘅推薦獎，係由咧推薦最多隊伍參賽嘅老師咧可以獲得嘅。最終，我哋會喺7月中嘅時候舉辦一個實體嘅頒獎禮，到時就會邀請所有獲獎嘅隊伍參加。如果有興趣嘅校長、老師或者同學仔咧，聽完我哋呢個簡介會，想了解多啲或者想即刻報名嘅時候，都可以掃描我哋上面呢一個嘅 QR code 立即報名喎。咁啊喺度提一提各位老師啦，每隊嘅參賽隊伍咧都需要提交一個獨立嘅比賽報名表。即係假設咧，總共有4隊想要報名嘅時候，咁就需要填4份獨立嘅報名表啊。咁啊，多謝各位校長、老師同埋同學仔嘅支持，希望可以喺比賽見到大家努力嘅成果。多謝晒，拜拜。